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又搁是啉酒开车来弄死人，而且搁无驾照。这是发生伫台中市，一个66岁太太透早骑机车出门要去买菜，伫这个半路，互一台进口轿车为后壁大力甲剪落，甲弄死。啊，这个25岁少年啊驾驶弄死人是车驶的落跑，结果伫一条巷仔口，搁讲弄到路边的车。 才互警察甲抓起来，这个酒测值是高达0.95，这已经是啉甲醉茫茫了。啊，伊的老爸老母听到后生弄死人是真艰苦，讲愿意代替后生用赔去甲对方来道歉，真正是天下父母心。 透早6点外，这个负责人骑奥多麦经过路口，向后壁一台乌色轿车驶真紧，直接甲弄落去。 弄一个真正力，将这个负责人连人带车弄一个喷正远，这个乌托摆弄甲害了了，连行得感冒死过，这个负责人都出门买菜，未赴载回去。应该在车红案，他前面应该就看到了，然后他没有减速，就直接一直过去了，对，他也没有停了。 被弄到负责人姓杨送去病院了后，嘛是救无活。吊水乌色进口车为大理区走去到台中市的东区，由伫巷仔底下着另外一台车，互警方当场抓落来。警方将这个吊水25岁姓廖的查甫人带转去门口，经伊驶进口车弄甲害了了，玻璃嘛破去，可见弄一个真大下。伊的酒测值是0.95，形容是醉甲无啥载人啊。范闲是声称他当时已经对于状况没有什么印象，我想这个大概是目前推测是推诿支持哈。就弄的迄个太太已经往生起来了。 弄到人这查甫人老爸老母听到因后生出代志，艰苦到唔知要怎面对死者的家属，佮讲因后生根本就无驾照。无照，你无驾照哦。当初要买这台车的时候，你就跟他讲说，你现在先考驾照。哪会当代替你囝甲对方道歉，你敢愿意？都没办法。当然来呀，一定来呀，怎么可能不愿意？自己还比较为主。 依照警方调查，这个查甫人是咧做所谓货币买卖无啉酒赛车前科，透早甲朋友就一个啉刷赛车，转去弄死人，做伊走，连累到伊的老爸老母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